《道行传》第16章第6节到15节。迄就是我来读《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因经过弗鲁加、加列太的地方，因为圣神捌禁因传道理伫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比崔尼。耶稣的心毋准，就对美西亚经过，落到德罗亚。保罗迷时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地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站阮。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才会念边意爱要去马其顿，掠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所以对德罗亚搭船直直到撒摩德拉，隔日到尼阿波利，对遐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迄地头一个城，也是罗马人分析的城。阮伫即个城踮几若日，伫安息日出城门外，到河边，拍算伫遐有基督的所在，就坐地，甲所聚集的妇人人谈论。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人。名鲁底亚来听，伊是吹雅吹6城的人，平素敬拜上帝，注开伊的心，互伊传往保罗所讲的话。伊甲伊的家已经受洗礼，就求阮讲，若掠我做真实信主的人，请到我的家住，就强强留阮。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得行的人。这是正道。今仔日罗龙斌牧师要甲咱正巴士福音尖兵鲁底亚，请罗牧师。各位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搁一摆会当做伙来服侍敬拜伊。愿上帝的恩典、平安、丰丰富富实伫咱中间。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来救赎阮。主啊，你毋若救赎阮，你上时甲要紧的使命，就是爱阮将福音传到普天的使命。交代伫阮的身躯顶，主啊，阮要怎样来完成主你的期待？今仔日阮要注意主你的话中，来领受主你的教示。愿上帝的灵即时运行伫阮中间，请你对阮亲身来讲话，互阮平平伫你面前得到提醒，得到装备，得到造就，得到进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圣经的中间有侪值得咱来尊敬的这妇女，总是今早起我要甲咱提醒一位，检查你无真正熟悉的妇女伊虽然咱无拄拄真熟悉，总是伫传福音顶面确实有真大的贡献。伊的名叫做鲁底亚，李底亚这个人。对圣经来看，咱知伊是外邦人，伊是推雅推拉的人。推雅推拉就是即马伫以前的亚细亚，就是即马的土耳其的境内。伊走到欧洲其实无真远啦，恁若去土耳其过一个桥就到即个欧洲伊到伫菲律宾的所在，拄着保罗伫遐来信主，成做。保罗伫欧洲传福音的第一粒的福音的种子。伊毋若家己信主，伊阁引带全家来信主，而且开放伊的家庭，
或者兄弟来聚会，诚侪菲律宾教会的前身，嘛，互菲律宾教会后来诚侪保罗伫世界、伫欧洲咧传福音上大的一个支持，所以伊的贡献真正是有够大。伊是安怎有法度完成即款遮尔大的贡献？有几项原因。第一个，伊平素敬拜上帝。中文讲他素来敬拜神。平素是啥物意思？平素伫原文的意思是讲，毋是一时的冲动，是长期咧准备。伊长期都咧准备，要追求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当伊对亚洲推雅推啦来到这个菲律宾的时阵，有拄着保罗的时阵，听保罗讲道了，伊就马上决志，伊来伫遐来接受洗礼，并且带领全家拢来信主。对于这款来信主的过程，甲咱讲两项要紧的事，第一，就是上帝安怎听所有世间人，上帝无偏袒人，上帝毋但听基督徒，伊嘛听什么？听未信主的。只要你若有心，伫遐要追求甲上帝建立死正关系，亲像伫使徒行传，还佫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哥尼流，伊嘛是无信主，但是因为伊平时就敬畏上帝，做一个好的事工，彼得去到伊遐的时阵，看到上帝的灵大大的临在伫遮人的中间，所以伫这个鲁底亚的圣父顶，互咱看到真要紧，就是讲上帝无偏袒人，上帝无偏袒人，上帝听所有世间人。第二，更较要紧是今仔日要甲咱分享，就是讲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在敬拜上帝。你甲看伊一个外邦人，伊久伊就咧准备，伊要追求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咱呢，咱已经受伤的这儿女，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在敬拜上帝？咱看最近的这个电视，哇，差不多版面足侪拢是在报什么？报讲亚妈祖咱看伊这信徒这冷球未来就伫遐排队一来拢跪伫涂骹安两冷球骹，咱看着心足艰苦坦白讲是真艰苦。但是这款这敬神的心是咱爱学习的。我要甲咱请问，咱每一摆来做礼拜，咱有耐心准备咱的心啊无？你是雄时间到，赶紧时间到，紧走来教会冲一摆礼拜堂，还是你有提早？伫出门你就准备心啊，你就咧祈祷，来提早来到教会，伫遮祈祷，伫遮来为了今仔日同日，咱早起规工，咱要做所有的敬拜，咱有为这个事祈祷无？甚至有为牧师的讲道祈祷无？我感觉这是咱要去做学习的。我伫李存生教会，牧会中间有一位我的会友长辈，互我印象足深。伊差不多得要90岁啊。伊是一个建筑师，留美的伊足像迄英国绅士伊逐礼拜拢提早就到礼拜堂，西装笔挺拍个骨带亲像英国绅士就坐伫遐等要做礼拜。伊定甲我讲，牧师，我上期待就是礼拜日啦，我拜六就开始准备衫，我要穿倒一丝安尼我拍安尼我讲英国绅士我意思毋是讲咱做礼拜一定要穿讲偌水毋是啦，是态度的问题，咱有准备无？这个鲁底亚互咱的一个模范，就是讲伊准备，伊是用准备长期咧准备，要甲上帝建立死正关系。所以上帝恩典就大大施落伫个身躯顶，这是第一项咱要做学习的。第二就是讲伊亲手安息日，他亲手安息日是安怎讲伊亲手这个安息日？你看来到菲律宾无会堂。就是表示连10个犹太人、查甫人伫遐嘛无无会堂，
但是伊安怎，伊就真积极去找河边会使咧祈祷的所在，这是一个真水的见证。勤修安息日，总是早起顺这个机会，我要甲咱讲，守安息日甲守主日有什么无同款？守安息日跟守主日有什么不同？守安息日是上帝伫旧约或者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就是爱因安怎有份伫上帝创造以后的安息。守主日是咱在纪念主耶稣的国话，主的救赎。咱对于犹太人的这个立法立法的中间来看你会知影讲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落尾一天，最后一天，第7天。第7天是哪一天？就是拜五日头落山了后，甲拜六日头落山进前。因犹太人的律法是，今仔日的这日头落山就算明仔载啊，所以拜五下晡到拜六，规工日头还未落山进前，叫做第7日，安息日。主日是7日的第一天，就是拜六日头落山了后，到礼拜，这个日头落山进前，这是第一日。所以你甲看，若是守安息日的，这教派，无论是真耶稣教会，或者是安息日会，因倒一天咧做礼拜，拜六咧做礼拜，因足早就周休2日啊，但是咱拢是守主日，所以咱伫礼拜日做礼拜。所以正确来讲，咱即马在做礼拜，拢是守主日。只是就准讲伊当时是守安息日。你感觉伊安尼在敬拜上帝有简单无？对路底下来讲，无简单的，因为伊是做什么生意？卖紫色布。紫色布当时是高级、高级的布料，好野人才买得起的。咱会使想象，伊一定是一个真无闲，阁经济真好的妇人人。但是安怎？伊无因为讲我生理安尼遮无用所以就无要敬拜上帝，无啦，伊游玩照时到祈祷的所在，伫遐来敬拜上帝。我感觉这是蒙福上大的一个关键啦，嘛是会当带全家信主的关键。对这，我要甲咱提醒讲请咱兄弟姊妹，你毋好的确较无用，毋好用无用。或者是以外各种的理由来安怎提示甲咱的主见面，因为咱讲到传福音，无拄拄你要有偌好的口才，你敢若逐礼拜你照是守主日，迄就是互人了解讲哇，信耶稣足好嘞，是安怎会逐礼拜拢要去教会？你逐礼拜拢有认真准时提早来教会，准备敬拜上帝，迄就是上好的见证。第三，因有法度做遮尔大贡献，因为有上帝开伊的心，伊留心安怎来听保罗的讲道。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关键。伊是安怎真紧就信主，阁引带全家信主，因为伊来做礼拜的时阵，伊伫遐敬拜主的时阵，互主开伊的心，阁留心听保罗的讲道。我感觉这真要紧的。心是咱来敬拜主真要紧一个问题，敢毋是？伫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讲，上帝是个灵，对吧？咱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伊。但是咱来做礼拜，咱的心有来无？我想咱大多数拢有来，但是有时无时嘛看到迄心无来，因为人咧笑伊嘛是两眼无神心都毋知走去倒位去有的是安怎心有来，但是做了毋对方向。我毋知咱捌听到即款的话无讲哇，今日牧师讲道真好，但是真可惜，阮先生无来，也是阮太太无来，伊替别人在听。我去有一寡教会讲道第2场的礼拜，较侪拢是华语，拢是安怎？这青年伫遐来
带敬拜，互我心真安尼艰苦的所在，就是讲，伫咧带敬拜的时阵，看起来因足热心，吼。但是一个敬拜了，坐落去吼，这个台骹的时阵，就开始滑手机啊，那敢若来拍工的呢，吼，工作已经完毕了，我讲足无彩，吼。带敬拜毋是讲你伫遐会晓弄歌，会晓做啥物？毋是啦，咱的心有来无？心是真正真要紧的吼。你若心有来，欢喜甲互主开你的心，留心听讲道。我定定勉励会友讲哦，有时讲一句话就好啊，或者是一节的圣经节，就安怎就要改变咱的生命。我感觉这是咱要放伫咱吼的内心的。落尾一项要甲咱想，第四项，伊一直听内面安怎接待主的路步，嘛开放伊的家庭，吼。咱看圣经真感动，伊信主了后，伊的表现是啥物？圣经讲，吼，伊就求阮，吼，这个路底亚就求保罗，吼，甲伊的同工讲，恁若了做我是真正信主的，吼，请恁到我遮来，吼，来阮厝，吼，到我的家来，对安尼就强强留阮。哇！短短一句话看到安怎？因真正是足用心，伊真正是真有心，对吼，在听吼主的路步啊嘛，伫遐吼，在款待啊主的路步是安怎吼？这个求吼，他便求我们这个求，出现伫圣经新约干咱2摆尔，一摆伫以马五路上，迄两个安怎？迄两个学生。看，甲耶稣在讲话，伊头毋知，但是尾啊，因的心内火热，伊求耶稣甲因做伙坐倒，迄因一摆，搁伫遮是第2摆，表示伊真正足热切，而且是强流呢，强流哦流落来，互咱看出讲哇，伊真正听吼，听主的路步，啊嘛安怎，看到伊对传福音的迄款热情甲支持，这是伊后来有法度开放伊的家庭。互伊家庭成做早期住的所在，嘛有福音伫欧洲会当传开的一个足要紧的因素吼。所以对路底亚的表现，我要甲咱提醒讲吼，福音的讲传，毋是干那靠传到遮啦，吼，搁较侪时阵是爱靠安怎，所有吼，搁较侪听主的兄弟欢喜伫背后支持甲做伙努力，才有法度完成的。吼，咱若详细想。你看，伫咱的教会，无论伫美国、伫日本、伫这或者国家，教会是安怎开始的？拢是对坐听主的这兄弟安怎？伊欢喜开放家己的家庭，伊欢喜提供食食，互人来伊厝，伫遐读圣经，伫遐做伙祈祷，慢慢安怎？福音的事工，才伫遐来讲传来传开的。所以今早起我甲咱挑战吼。请咱家己想看卖啊咧，即摆你的经济好无？你的经济好吗？有人摇头真客气吼。啊，你的厝大间无吼？当然无拄大家拢大间，但是我要甲咱提醒，若是你的经济有到一个阶段，你的厝有够大间，上帝互你遮尔大的福气，请问你拢咧做啥物？你有好好的运用啊无？你捌伫你的家庭来举行福音茶会无？吼，你捌请你的朋友来啉茶开讲中间，甲因安怎，甲因分享福音的见证啊无？这是咱会使做的，真简单就会使做，是看咱有心要做啊无？我捌拄到一个聚会所的姊妹吼，我足敬佩。伊安怎？伊无结婚，但是安怎？伊一年拢立志讲，我要带12个人信主，因为伊拢用伊赚的钱安怎，请人食饭、传福音。伊讲我每年都达标，我讲哇，你比阮牧师有厉害太济倍咧吼！你看一个小小的查吼，的妇人人，伊有法度立志讲，我用我有诶，我一年带12个人信主啊。咱若是已经领受上帝足大祝福，厝啊大间，经济也好，请咱毋通干那为了家己的福利在进行，
这是咱对鲁迪啊、身躯顶爱去学习的。所以通过早起信息的分享，我要甲咱提醒，福音的讲团毋是干那靠团到遮，嘛毋是讲你拢爱去做牧师，或者是讲甚至你爱为福音去宣教无啦。圣经咧甲人讲，上较要紧就是讲，你知影伫上帝互你的角色，甲你的恩赐顶面，你有好好发挥啊无？你若有好好发挥，咱对鲁迪啊、身躯顶来看到，你就会当发现讲，哇，你会当做真大的事。因为你看足无用嘛，趁钱都袂付啊，但是要守安休日，欢喜开放家己的家庭，互当时的兄弟来聚会。对安尼，你甲看伊的名会当列伫即个圣经的顶面。我会甲人讲，福音人会当列名列在圣经里面，伫古早是很难得的，但是伊的事迹，敢若伫使徒行传第16章出现尔。但是伊所做永远互咱纪念，毋忘伊所行一切，当成做咱的典范。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有时阮常常讲，阮无法度做什么，但是主啊，你伫阮的身躯顶恩典已经遮尔大，阮拢白白甲放伫遐。阮上帝，你互阮通过早起的信息，对鲁迪啊身躯顶会当得到提醒。主，阮也对你领受已经有侪祝福，阮都要好好运用，才互阮有一天真正会当徛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来学了讲好搁尽量劳碌，通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多谢你，愿上帝你家己来感纳早起阮所做一切，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早起。今仔日嘛是迄个北区大专的纪念主日，大专中心有找派因来同工这个玉子节